cái nhân sinh世間呢喺度熱天時間生下要得到痛苦要白實，熱養上呢個經書裡時候呢個題會經過嘅，佢當佢白實之時呢，佢又會拿錢買嘢呢，呢個詩篇記16第8節樣講到，亞嘅木主單想思想將出上帝嘅戲，但係呢係講自己木主將出上帝嚟講啊，自己入盼望，因為個。單想依靠上帝，係個木主將出一個問題，將出一個痛苦，咪一個冇力量嚟對付。係講個將出上帝是個有隻力量，但係呢，因為是個相信，有隻信心對主耶穌能夠得一個通才，然後是個腳步，是個心中都唔會有痛。嗱，所以是個有問題有痛苦，是個嚟尋上帝啊，唔好看個問題人睇，是個嘅上帝個睇。然後呢個詩篇記16第9節人用。講到佢將了出上帝，依靠了上帝。佢講我嘅心中你得到歡喜，我嘅生命你得到快樂，然後我嘅身體得到平靜，意思係什麼？有潛教，但係呢，因為佢依靠上帝，上帝嘅通才，然後呢個詩篇記16第11節樣講到，嗱，但係佢將出上帝嘅係交出俾上帝嘅係，佢講呢個經書講，上帝講佢啲嘅生嘅路途，然後喺上帝嘅面前，上帝本佢判斷出嘅快樂，因為上帝嘅珍惜，強大嘅。祝福佢要時常嘅享受上帝嘅快樂、上帝嘅平安、上帝嘅恩典。當然啊，就是個依靠上帝嚟講啊，上帝乜嘅聰明智慧，是個要處理自家嘅問題，處理自家嘅痛苦。上帝帶自家出頭天，帶自家勝利，帶自家得勝。阿門。